6개5 창소요 시계요 창소요俩哈黑神功榜样望天空，4点茶偶遇是从心河空，胸口哈密含有7个5样，主胆干做马辣牛烟草。天台重新向前回头联络，红颜水茶，清水大家 Oh no。哪一只谁买？还有我们朋友哎，就在你面前啊。哎，你有完呢？有几家头脸啊？冇事啦，你很爱爱做乜嘅？哦，有一只 surprise，就迄俩，韩东新的中古茶。你喺爱车队的前辈讲爱买嘅，你抢佢先留本爱，想讲让本你看，冇听错你又中意。佢讲做得便宜买哦。好。哎，唔好看佢迄中古诶，起起来寒冻斩掉。你假使爱参加比赛，爱揾较好的茶。掠大茶诶，还做得少过年时有迄条，做得帮助你较唔会弯倒。杨哎，有兴趣吗 ？TVB 你起没哦 ？TVB 哎。TVB 你啊，你如果不要的话，我也是觉得有点糗啦。冇彩，我还为你暗用心。爱上爱。Yes， 算你有眼光。给俺老茶哎，送去茶行，呛师傅老你乖。还没孙沙老你安排训练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爱加强脚老背弄嘅肌耐力，我慢慢加起嘅时间，按你将做得进起进练。你就做得固定时间向下练啊。冇关系啊，我自家看地班。哎。还忙啥呀？你做新的作品，你有没做到安呀？搞下考虑再看考啊，舒展一下筋骨。孙啥那东西本你。哪个东西？给我申请一拜吧。你不是一直很想出国吗？我找几个朋友，跟你背景相似，介绍几个学校。下伫你唔好，本年土地，得到报告，基本上还算自由。韩子姐，该彩写就唔记得那件事情。唔是阿姨，你要给准备，头发好好整理啊。
看有什么新的作品就赶快把它放进去。你等一下，啊，对啊，还有推荐信的部分，我认识几个台湾很资深的艺术家，哦，很厉害。我下次你有空的时候，我再带你过去。轩轩，没事吧？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还好吗？我好唔起来。来，我扶你出来，好不好？对，手给我。过来，再出来一点。好，来，没事吧？你这毛病迟早要改啊！我上次去印度出差，那边厂房一天到晚停电，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得要工作。下次勇敢一点，你应该就够哎。没事啊。来了，谁呀？阿贝，是我啦。我有个新作品的构想，想跟你讨论一下。你找错人了。没找错，我要改造你的报纸啦。你凭什么？所以要征得你的同意啊。不准，没门！我是要发扬你的心血，你好歹看一下吧。就一眼，没眼光就算了。我想做一个像树一样的装置艺术，树就是在地，树叶就是这里生活的所有风貌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以您的报纸为基础去延伸。树叶落在您的手上，就是牵起你和这里的缘分，还有在地的连结。你不觉得这样，你几十年的心血可以再活起来一次吗？你不会只是说说而已吧？别的不好说，就这件事，你可千万不用质疑我。只要你授权，我一定把它做好。哇，普羅有人無窮款哦，嚯！乜街啊？是炸藥哦！你過來啦。好，太火講了嘿。乜街啊？俺娘本很聽。踏正要画圆，不要用脚硬拉踏板，尤其是最低点那个叫死点。为什么叫死点？奇怪。总之不要硬拖过死点，要稳稳的提，就像你刮掉鞋底上的泥巴一样。为什么是泥巴？上半身不要晃，不要跳动。如果会晃，就把你的车座降低2-3厘米，再继续练。奇怪，为什么要降低2-3厘米？现在才说，应该要早点说吧。對啦，你啲嘅弄，幹嘛解啊？啷個符合？俺又沒鋪路，我滿意你新聞先來搞啊！唔是啦，按安口。慢呢，加油！我喺吵啦。哎，福氣，加油！哇！你唔係下年愛談戀愛？乜雞啊？我先轉嚟。又走了！用什麼窮款？莫名其妙。请问你们谁是何宇啊？啊？我是。你是何宇啊？嘿。你没事送那两给我女儿干嘛？啊？啊什么？請問你是？我是他爸，我是啊！王毅啊！
我就要放弃了，啊，放弃了，放弃了！哇，像安尼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。放起来啊！啊，放起来！来，哇！你会不会觉得头晕或者想吐啊？像有点头晕。你能不能看清楚这是多少？2。啊，好加载，应该没有什么事情。你赶快跟人家道歉，人家好心送个电脑给你女儿，你把人家打成这个样子，你真是的，赶快道歉呐！谁让他买的？多管闲事！就安尼哦，唔本几天哦，张不给当音人家不考，常爱个东西呀，摄影的对马个有兴趣哦，你做好白懂吗？个懂啊？他不需要知道全世界，他有我这个爸爸就好了。他有安尼啦。你不要啰里吧嗦了，打人就是不对，你赶快跟人家道歉啊！我干嘛道歉呢？我跟你说，你离我女儿远一点。他有安尼啊！莫怪黑啊！要做东西的人啊！他不需要知道全世界，他有我这个爸爸就好了。我讲过的，忌不准去，无甲安排水期水好，我做阿妹买唔迟。俺唔迄个意思，俺迄讲，互伊叔偷偷按好，先生要讲就有财情。俺是想，互伊要时间，没想爱靠我去高中，安尼要靠伊发展呐，佢假设叫无问题，我就答应。问题就唔系安尼啊，今仔迄无伫我着身边，出马个事情你负责。你有想过以后爱做乜个？韩师门打铁啊，无外母卡去打铁店，免人来接。你冇想过爱离开，去台北读书，深投入。你还未动好啊，怎爱出去？日本人，很顺利。好，安真生呢？先生啦。哎，拜拜。喂，所以，哎呦，会死呀！弄啥呢？啊？你是弄了电话条，是甲电话条小金？什么电话条啊啦？无啦。冇用的案呢啊？就冲到茶门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安走啊，叫你啊！菜价挺好食的，做事蛮远啊。来问你啊，今日好点点冲到茶门，刚去碰到茶门啊，当然嘿，黑马街，当然嘿，红花，碰到车虫，当然嘿碰到车虫啊。无咧出地枪力咧，碰到。佢黑唔黑？去老女熊大。唔咩啦，阿娇儿。为到面的，家母诶，老佢男朋友熊大，黑么？唔咩啦，阿娇儿。我先转去啊，拜拜。当然。来老女讲，答应阿姨一件事。我该是啊。心情味道变动，暗眼水茶，心碎太假。Oh no！ 那阿爸阿大，迄学生时个故事呢？你怎么有俩？这是3、4年前写伫沙奇报纸嘅故事啊。那看2摆的，总想到你应该迄阿母卡去打铁铺。我面到阿爸阿大哦，还有上过新闻呢。你头先讲嘛该写起报纸，
啊，涂内红啊，俺是得看看么？姑嫂，你看了会有兴趣啊？当然有兴趣啊！哎，阿母家个故事呢？假使大家要像你按捧场，该就好嘞。安心啦，俺会很大家拢来看看啊。错啦，外面都吼还有事情啊，俺先转去哦。嗯。天公，我记得咯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救命哦！安子 C。好，谢谢。好了。你什么时候跑出来的啊？那这个送你，那你被我把住，哦，超衰的啦！明明长到只剩下一个角角露出来，他也能发现。谢谢哦。哎，你爸都这样？有时候啦，也不是每次。而且我也会骂他啊，像上次他揍你，就被我骂得惨兮兮的，而且我还3天不跟他讲话。真的哦？那然后嘞？然后他就乖乖道歉啊。我就跟他说：“你再这样子乱打人，我就离家出走给你看。”这样真的有用吗？当然有啊，他很怕我哎。怕你的话，那你为什么还被管得死死的？哦，拜托，我是让他。让他？你们这样感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当然好啊，我爸很爱我哎。只是爸爸因为妈妈离开太伤心了，所以才会变成那样。他真的是个好人啊。可是他都限制你学习耶。我会想办法啊，只要想做，才没有做不到的事。就像我一只眼睛看不太到，可是我看的书比全校的人都还多哦。而且我也已经在矫正眼睛啦，以后就会变好的。身体的问题不会是阻碍啦，懒惰或太笨才会阻碍进步。就像很多大人，还有你。你这个小大人，干嘛啊？全部的大人都当笨蛋？小玉。小玉，下次再聊。You OK 呢？哎，我们说好的哦，不可以欺负我朋友。哦，不是叫你不准翘课。哎，你还跑，回来！哎，你这样来啊？有去哪呀？哦，王子，你爱去内红啊？你都用我的俩？黑矮啦，呛阿门黑呢，呛人种茶，用我呛人吃饭。哎，佢哋嘅做我嘅啊，来吃饭啦！来，轩轩呐，都是对诶。阿燕这些，阿姨做诶，老俺没做诶，样样好食。俺冇人咩，也种福气。你看呐，一只就冇好嘅对象啊。妈，你们老爱就当做空气好吗？谢谢。阿姨啊，有一些的好奇，俺想问你啊，你老一种男朋友啲哪宿舍诶，用嘅宿舍诶，对我顾几久诶？阿姨啊，你安尼敢袂太曲折啊？讲唔得啊！俺没八卦，俺系好奇。哎呦！你都现在请对象诶？哎，系啦，我没想一点呢。
你无嘛该啦。我老男朋友是高中同学，高二就开始都俩下。高二，那们同海并高费差唔多啊。算算呢，7年多嘞，做嘛冇想结婚咁些年。就冇冲你，冇毕业就老人家都是母太太。哎，人家条件安好，当然爱好好打算。万一嫁唔出人，哎呦就冤枉哎。細妹啊，木族愛看清楚。有些男人呐、長得煙倒，那是沒有用的。像個蘑菇老是條，黏到就穿到。譬如講啊，就衝啞巴。俺没有，佢平常時啲屋企態度太一貫嘞，你冇插佢。點點。其實俺妹想會啲啊，像你條向我按久誒，你都會難咯。有誒，我之前會到兩件事地方。幹嘛該？幹嘛該啊？干嘛噶？干嘛该啊？就是因為我男朋友挺厲害誒，故所有喪事就會本紀念，唔那認真，做事冇規劃，就會知道阿里有一系列胎。按你做唔得，女孩子最怕就是這種自以為是的大男人。哼，像那種阿姨看通多誒，盲結婚好好誒，結婚以後就阿妹是少啦，我家下係講之前不按你想，也下唔會，我老記有講好誒，佢咪講佢會改，也下應該冇事誒。冇事誒。冇事就好，冇事就好。哎，吃飯。哎，萱呐，你唔好嫌阿姨囉嗦啊。阿姨是真經懂中醫你誒，愛出家會想。假使我可以，有像你叫做朋友就好誒。我交朋友，係我老人講哦。因為總唔得講，我來按優秀，我冇講見用嘅啲。有用嘅啊，佢有男朋友嘅啊。你按下打，有男朋友就做唔得。真經懂定影響誒，冇關係啦，你妹啲試探你就係安尼，好輕風險啊！我就是家己，我就冇嘛該就好啊。用誒，黃文軒。我中意你，我真嘅懂中意你。係啲人按你同事時，唔過係就想講出來。冇事啊，冇想按多，係就。送你多了，拜拜。拜拜。
朝摆老甲比告白，你唔赶紧答应哦？无意思，无咩？什么？我有讲咧，无讲哦，我会生你出钱。哎，中英语，我真能懂中英语。海底岸的同志时，不过还就想讲出来。风景味道变多，暗眼水茶，心碎太假。Oh no！ 掠爱用的种哈，老阿姨种好无？啊好。好等于晓做得家来，俺了中用唔晓咧。安尼嘛好啦，以后吼，按补条上个买物鸡吼，这唔是笑吼，中夜要炒抖音啦。哦，安尼吼。好诶。按自说哦，那款哦，伊要为着赢大掠团买菜茶，费钱多是毋是吼？伊比家爸较强诶。茶的果果，佮加买动刀东西。今日老院咧买物鸡吼，见档。伊条到人来讲哦，讲爱最近东球无市场吹哦，将爱买乌丝唔出哦，讲爱补补啊。哦，连连伊都看得出来哦。按摩。小王子，有用心有差呢，最近毛起来哈，拼命哦。来英国诶。哦。你用安尼哈？证明他怎么还不高兴呢？唔免赢问题啦，因为上礼拜就按呢，啊，也唔对发生物件事。会让人听硬硬，每件咩唔管。算了啦，就我来就。都到齐了吧？里长、邻长、居民代表、工会。建造工会的人还没来。不好意思，他今天有事，我代表他来。OK， 好，那基本上都到齐了吧？那我就开始喽。首先呢，我们这次做了非常详尽的走访，这段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协助。我们目前呢推出一版地方创生的草案计划，总共分4个方向。我在这边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。方向1，我们这边呢以盛产水果闻名，嫁接技术先进，
一级资源丰富，不过加工技术不太发达。为了完善经济链，所以我们打算引进大型的加工厂，同时发展2级加工、3级产品贩售，创造附加价值，同时推动我们整个产业经济的升级。方向2，我们这边呢也有不少传统工艺，还有一些在地匠人，我们觉得极具文化观光优势。我们建议集合行销，利用南山路那块废弃的地，建造工艺文化园区。等，你讲迄哪位个梯？啊，南山路嗰个梯啊。南山路的。先跟我讲。方向3，我们这边呢的地形起落丰富，而且沿线的风景非常美丽。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在这边重整一下单车道路，进而在未来可以在这个地方举办相关的单车赛事。我们目标把这个地方打造为全台第1的单车圣地。无影，讲到敢若真的呢。最后，如果我们的观光跟我们的经济有所提升，那我们建议可以把总收入的40%提升在地教育，那孩子们就可以留在这个地方就读、就业，才能真正的改善人口外流的问题，也能够让在外地打拼的年轻人回乡成家立业。以上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俺有，你刚哈讲南山路嗰个梯，你爱哪来怎么改？我哋准备做工艺文化园区啊。工艺，哦，爱戏木的。按你讲，没做对啦。做唔得，南山路嗰个梯，你都做唔得，哪来凊彩乱同？南山路嗰个梯，就伊个许就因这么年用到了哈，请问做唔得嘅理由係？嗰迄当多人带个梯房，人家搬走的，假使佢就要搬转来，我爱用的交代。关于这点顾虑啊，我们已经向区公所取得许多原地主的联系方式，也有部分地主已经同意征地，也已经签了同意书。其他望联络嘅梯主，我就没有把握做地就同意啊。你爸母啦，我听你分家改，马上答应，命的讲出来，我去家大天发新闻。这些死宁土地啊，关于原地主跟征地的事情，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要保密。高差讲已经过了20年，当头梯主你应该唔是，这件事交本爱条处理就好啊。老林长冇马个关系啊。因为冇关系，哈？我弟弟啊，待50年，马上我冇看过，哪一只生意呢？我冇吐过，哪一只老人家，我冇带佢去看病。你要来动我们的老家，说跟我们没关系。我老你讲，不只是我，在座大家拢总有关系。我问你，跟你有关系不？阿娇，你说的对，我们这边都是老住户，对这边感情很深，也不可能把土地卖给你，你卖给我骗。对啊，我唔若甲阿娇伊共款，反对南山路的征收。我要问，遐尼大个用工厂，你要叫阮起去做？遮无遐济土地呢，你是要甲阮农地拢征收倒去哦？你要做会使，但是袂使我不拿吃啦。就是啊，工厂拿我们种的东西去加工，那利润我们怎么分啊？对啊，对啊。你这敢唔是要处理厂商，还是要让遐财团摕commission转去？你讲啊？含切含油酥含过毛，好点点讲嘛，该畜生计划。还创生计划？别生啦！我知啦，大家冷静，听我讲一下好不好？啊？什么？我女儿不见了？那学校跟家里附近都找过了，没找到。好，哎，我去找。喂，不要抢了，小孩子丢了，倒水机了，夹哎。走。
哎，拍谁？你有看到小玉吗？小玉？哪一个小玉呀？就是个子小小的，长得很清秀的一个小女孩。是不是那一天来拜拜，很会捣蛋那一位小女孩啊？错了，有冇？没看到。我有看到张大鹏来啊。你有看到吗？冇看到。用不要用完咯？用诶，你见到冇？冇呢，加就用完就全过嚟啦。安尼啊？系啊。哎，阿姨，你等一下啦，我有听讲吼，中昼开会的代志啦。啊，你到时阵？什么会啊？就是讲迄什么地方的计划啦，要起一寡什么乱七八糟的物件啦。没关系啊，先找到人再说了哈。再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啊，谢谢。你一定要跟你妈妈讲呢，我一定会支持抗议到底啦。阿庞啊，我女儿有没有在你那里？没有。哦，好，没事啊，谢谢。哎呦，免紧张啦，这一时啊，休一下。你先撩一下，你按用每个还忙行动，你就松一烟了呢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他一定去找他妈那个贱女人。哦，要多吹啦，人早就走到无看影，你坐啦。别讲话哦，想一下，你看你就唔伫家没去奈，你杂生也会去奈情。哎，又不是你们的女儿，你们当然不会紧张啊，是我女儿哎。哎呦，我们很多人都出去找了啦，而且你女儿这么聪明，绝对不会坏人骗啦，不要担心啦。可是她年纪这么小，可是她去哪里嘛？我有给你就给老你请诶，一天会请到嘅。你要该偏请到那种程度，那偏某呢？李德正因勾请一拜，偏某就撤家去警察局备案。哦，那故意是吗？不是啊，牙姐讲，看记者用的张讲，你先正去啊。哦，来先转一下。小玉，起来啦！妈，我要睡了，不吵啦。睡什么？我们找你一整天了，起来！哎呦，什么时候跑进来的你？哎，你知道你爸在找你找一整天啊？啊？来，先进去。慢慢吃啊。你还真会睡啊！都睡到我的卖菜车上面去了，你这样不行呐、那你阿爸知道了，还以为是我绑架你嘞。我讲咩讲来啊？你没差唔多啦，我死茶唔会检查。马沙迪几位叫你去啊？吃啊，我不管你了哦。你边吃，我就要打电话了哦。等你吃饱，我就送你回家啊。我不要回去。为什么不回去？你要是让我回去了，我的梦想就毁了。为什么啊？我要去考这个了，只有考上了，才可以去聪明人更多的地方，学更多好玩的东西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看，哎呦，你考这一所学校啊，你都不让你阿爸知道的啊、你知道吗？这间学校哦，在市区，离我们这里很远的。哎呦，你这样子不行，你就像你阿爸一个人哦，他活不下去的，他铁定不答应。不要，不可以去，不可以去。收马该啊！你还记得东西诶？记爱考就本记考啊，管记做嘛？佢还暗说，往左右按呢。哎呦，佢阿爸我休记就懂辛苦诶，莫爱请麻烦。家某做唔好，唔单想家爸辛苦，
是免无巧爽，你就专门得考虑家个心情。哎呀，来，你继续吃你的啊，坐着吃。几张是高西，你嘛该，谈太年的就错诶。其迄年纪小，唔迄智商低。对啊，婆婆，如果真的要说的话，你们大人平常又不看书，才比较笨吧？你怎么会说大人笨？是你老爸叫你这样子回话的吗？好诶啦，您请多诶，还先老请义工。好，踏电吧，哈。哦，迄安尼哦，好，给你先好好照顾伊哦。好，先安尼。他说啦，他很想要看阿拉丁，所以先跟同学一起去看了啦。他真的去看电影哦？嘿啦。那他看完了吧？给老兄接去。唔是啦，你就本去好好看天样，啊，根本日带外母卡睡觉梦，天公日就带伊转落来啊。唔好给他吃海鲜呐，他吃海鲜会过敏，还有晚上要让他刷牙。哦，要注意他晚上睡觉踢被被哦。哦，艾迪，俺会劳你注意。小玉讲哦，其实他有写一张纸条给你，喊冲这个电视上面，你看一下。爸爸，我有事出去一天，我一定会回家哦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我最爱你了。晚餐的菜在冰箱，要记得煮来吃哦。小月，上车，我送你去考场。好，如果你真的考上的话，你会去念吗？当然会啊。你就这么不想要待在你爸身边啊？谁跟你说我不想跟爸爸在一起啊？没有吗？你不是说你很想要离开这个地方？我是说我要去念书，学更多东西，回来才可以给爸爸一个更好的生活。算了，跟你们这些笨笨的大人讲话，真的好累哦。不管你了，我要睡一下，到了叫我。小大人呢？安坐。安坐。曹本人几早说呢？有请到吗？请到诶。唐讲迄天日莫出去查。请到就好啊。这样我也好重新开会。你给在假吧，曹本人按多年反对，你有想爱怪吗？怪嘛该？就迄曹本人提出个意见啊。啊，我毕业哦，我以为俩种反应讲真爽。嘛该是，迄听听就好啊。俺要谈，要考虑。不过基本上某堂都嘛该有实质建设性的建议啊，大多只是情绪宣泄而已。记着要安尼，就表示讲，त्या内容老记着想会无强要，应该先了解记着需要嘛该。记着给需要，爱懂清楚，相信我，我是专业的，爱迪嘛该对记着来讲，这样系最好。你知道应该多了解记着个想法，你喺我之前嘅经验，老人讲，多了解记着个意见想法，只有好无坏。你认同我嘅意见无？都对啊。If that's what you want.
无大家嘅同意，不准记条乱来。你若是安尼母吼，咱这个林长的这个位吼，你就直接讲暂时休困就好啊，叫我卖做。等一下，你还有问题？你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，你应该站在更大的舞台上，而不是跟这些人起舞。从谁都台，你妈该事情全部都否议，你妈该都白提，俺嘞，你妈该你就白提你。